这里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25号，公元2017年9月15号。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有：达赖喇嘛尊者对近期缅甸发生冲突表示担忧；斯正洛桑僧格被刊登于西班牙新闻周刊封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关注西藏人权状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致函呼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领导人安三苏季以和平方式解决目前的冲突，并表示对洛辛亚人所面临的困境感到悲伤。据国际媒体报道，今年8月下旬，缅甸洛辛亚民兵在洛开邦西北部攻击了30处警察机构。此后，缅甸军方展开镇压，多座洛辛亚村庄遭到焚毁。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事件发生后的2周以来，已有27万至30万人被迫逃到孟加拉国避难。9月8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卡格拉机场前往欧洲展开为期20天的访问前，向媒体表示，对于缅甸洛辛亚人所面临的困境感到悲伤。Those people, you see, who sort of harassing some Muslim, then they should remember Buddha. I think such circumstances, Buddha definitely help to those poor Muslim. So still I feel that. So very sad, very sad. 达赖喇嘛尊者在2周前也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领导人安三苏季女士，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面临的危机和冲突。尊者在信函中表示，请允许我再次写信给你，局势似乎正在恶化，有关情形令人痛心。我呼吁您和其他领导人团结缅甸境内所有团体，沿着和平与和谐的发展道路，恢复缅甸各族群间的友好关系。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还强调，同为佛教徒和诺奖得主，我再次呼吁您和您的同事要找到釜底抽薪的办法，解决这个日益加深的矛盾冲突问题。作为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的倡导者，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强烈反对以宗教名义实施暴力，并劝阻世人不要使用穆斯林恐怖分子和佛教恐怖分子等这类一概而论、混为一谈的标签，认为这些沉迷于暴力的人不能成为任何宗教的追随者，因为所有的宗教普遍主张爱与慈悲、和平与友爱等信念。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多次呼吁人类应从20世纪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21世纪成为一个基于对话的力量来解决冲突和和平的世纪。9月11号，西班牙新闻周刊以斯正洛桑僧格图片为封面，刊登西藏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为标题的新闻。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办事处代表岑旺平佐先生介绍，这是西藏问题或西藏人作为焦点。续2013年10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墨西哥被刊登新闻周刊封面后第2次刊登的西藏领导人。墨西哥西藏董事会创始人托尼·卡拉姆表示，藏人行政中央斯正洛桑僧格被刊登于9月11号至15号的新西兰文和西班牙文周刊的封面，这既是荣誉，也是他的荣幸。他指出，这是墨西哥总统访问中国以及墨西哥遭受大地震袭击时被刊登西班牙地区最大销售量的新闻杂志封面，表明了西藏、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西藏政治领导人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作为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政治继承人，新闻周刊墨西哥国际编辑阿德里安娜·阿美斯库与司政洛桑僧格共同讨论了一系列广泛问题，如西藏作为地球第3极的意义，
对亚洲和地球其他地区的影响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呼吁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认识和了解西藏历史文化，并敦促中共当局以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与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性的和谈，让西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日前在日内瓦召开，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后赛因先生在致开幕词时提出，西藏宗教人士登尊德累仁波切事件等包括在内的有关西藏人权恶化问题。9月11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后赛因先生在会上致开幕词，对中国打压人权行为表示十分担忧。扎伊德在书面声明中以“更加黑暗、更加危险”为主题，陈述了世界人权状况的严峻形势，并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要做出努力。扎伊德先生表示，在中国对许多人缺乏正当性情况下，以不同形式被剥夺他们的自由，包括西藏宗教人士登尊德累仁波切、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李明哲、刘霞等。扎伊德先生表示，他特别关注维权律师所采取的对抗行动，建议中国应该在人权发展工作中将弱势群体包括在内，尤其是西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9月12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报告称，中国一直试图恐吓在联合国制度内进行活动的人权倡议人士，压制他们的声音，并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动，并敦促联合国相关机构对中国的行为予以抵制。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